經又有好嘢同大家介紹啦！我哋嘅鋪頭 Q4078。Hello， 大家好。Hello， 小美，今日你有咩好介紹俾我哋？今日咧，你去睇下呢啲裝麵啦，有好多嘢喎。哇，超級多喎！特別多嘅盒子、平板，仲有我哋嘅新年禮物送俾大家噶。係啊，即係大家咧去關注我、訂閱我係咪？同埋咧，即係過嚟鋪頭咯，去打卡一下，我哋有送呢啲禮物、小禮物送俾大家。啊，你睇好得意噶呢啲公仔，係咪？咁今年咧就要新年啦，係咪？我哋咧就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好唔好？新年快樂！係冇錯，同埋咧呢個咧你買一件嘢又得，你買個耳機、買條充電線，我都會送俾你噶禮物。係之後咧，今日咧我哋就有平板盒子介紹啦，同埋呢啲禮物你睇有暖凳啦、耳機啦，係咪？最新嘅3對耳機係咪？即係8對咯。咁仲有呢啲利是封送俾大家噶，係馬上有錢啊！即係馬年嘅紅包，好得意噶。佢裏邊嗰啲圖案咧都係唔同噶，可以俾大家睇下。嗱，呢度有一個打開噶，俾大家展示一下。我哋嘅呢啲利是封咧，你可以包紅包俾屋企人，俾小朋友。係哇，紫氣東來。係啊，馬上付包付你睇。超級多唔同嘅圖案咧，超級得意噶。可以選擇。係啦，同埋我哋而家咧就做緊新年嘅活動，大家咧買滿888蚊就可以抽獎一次。咁一等獎咧就係我哋嘅呢啲 M99嘅電視盒仔咧，上次有個客人佢噶，即係運氣特別好咯，就抽中一個，佢特別嘅開心啦，係咪？咁而家咧我哋咧就正式介紹產品啦，好冇？咁今期咧，我哋咧就先介紹呢一隻12.7寸嘅聯想平板嘅一個牌子啦。呢個係聯想正版嘅國際版，佢即係佢兩地通用咯。有啲客人佢唔係在即係香港或者深圳啊，其他惠州、中心呢啲地方係咪？係。咁我哋咧就有2個版本啦，一個係兩地通用㗎。咁呢隻咧就係國際版，即係你去攞去國外用啦，係咪？佢呢個咧超級薄噶，大家去睇下，超級薄，同埋佢好輕，同埋最主要咧呢隻咧今日介紹價係呢隻係磨砂芒噶，大家去睇下。對，它是即係比如你買俾老人家或者你平時自己睇劇睇電影做文件文書係咪？佢都唔會即係傷害你嘅眼咯。它是一個護眼的一個磨砂片嚟的，而且即係有啲朋友。佢要一邊做文件文書啦，一邊要睇劇睇電影啦。咁其實我哋呢隻佢呢度咧可以做到分屏噶，它是可以分屏。對，這裡有一個分屏模式嚟睇，進入分屏模式佢而家即刻即係你一邊睇電影電視劇，佢就去分兩邊啦，係咪？即係唔會阻住你工作啦。同埋佢呢個係 Google 嘅系統。咁呢隻咧，我哋可以睇下佢嘅天機係幾多？係。7000幾7050啦，係咪？佢嘅內存係8+128G噶。咁呢隻你 Android 都係最新嘅15。呢一隻咧，你平時做嗰啲谷 WPS 係咪？係，同埋呢隻咧，我哋咧會俾到大家做一啲福利，就去睇劇睇電影啦 ，M+ 呢啲嘢係咪？係送俾大家噶。係啦，即係平時你仲要投屏係咪？佢都係冇問題去投屏噶。嗯。對，佢呢隻係非常之輕身噶呢隻。對，國際版就如果大家中意嗰啲保護噶同埋磨砂芒噶，咁就可以買呢一隻啦。係啦，冇錯，佢呢隻係 WiFi 版噶，即係你唔可以插電話卡，因為佢呢個係聯想正版，它是全國聯保的一款。但係佢可以插 SD 卡，係可以插內存卡，係同埋咧呢隻咧我哋嘅配件係非常之多嘢，有呢啲皮套送俾大家啦，皮套顏色非常相當之多。你睇粉紅色呢啲顏色。特別多，仲有黑色，大家自己揀啦。仲有送呢啲 keyboard 啦、mouse 啦，係咪？mouse 顏色咧，我哋都係非常之多，唔通係以前嗰啲咩黑色係咪？顏色都有，即係自己揀。係啦，冇錯。咁仲有呢隻，嚟，我們的重點，對，這件呢是我們銷售網買得非常之好噶呢隻，佢嘅盒子咧。大家都想知道佢有幾重幾大個，咁其實咧佢就好似我嘅手掌一樣細細一個，
細細一個，咁可以插咩嘢咧？可以插雷傳卡，又可以插手指，兩個手指啊。同埋呢度咧，可以即係插電語線 HDMI 係一定噶啦。佢仲可以另外插 link 線，同埋可以插呢啲音片線啦，係咪？係3.5㗎。係咁，其實好多朋友問我 link 線係咪只可以插 link 線？其實唔係，我哋呢隻佢係支持無線 WiFi 㗎，即係兩個方式大家可以自己揀㗎。係啦，同埋呢隻咧佢係國際版 Google 嘅 Android TV Box， 最高清可以支援到 8K。咁我哋嘅電視劇咧，如果大家買高配版本噶，我哋呢邊都係 4K 嘅畫質，4K 畫質俾到大家。係，同埋呢隻咧佢內存係4+32G噶，係，同埋呢隻盒仔咧佢睇得嘢咧係相當之多噶，非常之多嘢睇。係，買過嘅客人都知道啦。我哋呢隻咧做到唔係嗰啲幾個月就斷咗啦，係咪？唔係噶，呢種係一機一碼，保證你係睇得到噶，好穩陣噶呢隻。就好穩定。同埋呢隻咧，佢即係問有啲客人問我有冇地區限制，係咪？其實冇噶，你港澳啊、大陸一定用得到，同埋你係其他國家冇問題，咩加拿大、英國啦，我哋其實咧講過好多次啦，全球通用噶，買過嘅客人都知道，你去邊個國家全部用得到，同埋大陸係，同埋盒仔咧加埋呢個平板咧，我哋全部仲有卡拉 OK 呢啲嘢。同埋呢隻盒仔，如果大家買高配版本嘅咧，佢係有7日嘅直播回放俾到大家。所以就係唔同價錢就可以選擇唔同嘅配置。係啦，唔同價錢唔同嘅配置。咁其實咧呢隻盒子咧，我哋都有升級咗1拖2、1拖3，即係大家想要單獨買軟件都冇問題。咁其實好多朋友問我1拖2係咪即係一部機拖住兩部機？其實唔係噶，1拖2嘅意思即係一個盒仔加埋呢個平板咁樣就係1拖2啦，係咪？如果你要1拖3咧，就係多咗一部手機咁樣睇。同埋咧，如果你買咗1拖2，其實你去分開兩個唔同嘅地區睇噶，唔一定要話要一齊咁樣睇，係咪？係即係，比如你俾你屋企人啊，佢係香港，你係深圳，都去分開睇噶。係啦，冇錯。咁呢隻咧，我哋而家咧就係出咗呢個系統，俾大家睇下。iOS 嘅系統係大家都知道噶啊，睇得嘢咧係非常之多。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就去過嚟睇下啦，同埋去過嚟話我哋買啦。係同埋香港啊，其他國家全部都可以發貨嘅。好。你又喺嗰度瞓嘅時候喺嗰度瞓覺，即係同我起身啊！知道啦，老細。冇啊，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嘢。係咩嚟㗎？呢個薄薄地㗎，有咩㗎？有一次個餅咁樣嘅，激死我啦！哇，你唔去細睇呢個好處非常之多啊！我買經常失眠咧，咁我就算去鋪頭咧，俾大家試下呢個可唔可以瞓覺？哇！我聽咗之後即刻瞓咗啦。你晚上嘅時候唔瞓覺啊？你去做咩嘢啊？晚上我到而家咧，我都要帶住呢個瞓覺啦。點解咧？因為呢個咧佢係一個桌面嘅散氣啦，佢咧有3種自然嘅音效俾到大家，即係大自然嘅一種音效給到大家。即係你咁用啦，你聽唔到啦，係咪？係。你同你老婆啦一齊瞓覺係咪？佢瞓得咗，咁你又瞓唔着係咪？咁呢個咧你就擺喺你嘅床嘅旁邊，你就瞓覺啦。你即刻聽到唔到1個小時你就瞓咗覺啦。真㗎？係啊，我都試咗啦，我啱啱就係用呢個瞓咗覺啦，因為佢呢個咧，即係它只有你自己聽得到，人哋係聽唔到，我擺咁遠人哋都聽唔到，係咪？咁其實咧，我撳一下，它可以切換模式俾大家聽下。嗱，它有一種自然嘅音效，有3種，同埋有8個國家唔同嘅語言啦。同埋呢個好似可以講時間㗎，係咪？佢呢度咧可以整時間㗎。嗱，30、60、90。佢自己整時間噶係咪？佢 Type-C 充電我幾方便噶，超級薄一個咯。你經常失眠你就帶住呢個咪得咯。細細個你去旅行係咪？壓力大呀，是不是？對呀。方便。同埋如果你想聽你自己嘅音樂係咪都冇問題，佢去連藍牙。係呢個價錢咧都係俾到一個3年嘅福利價錢，超級平。快啲講係咩價錢？嗱，今日小米俾大家一個福利價錢99蚊。99蚊。係超級平，係啦冇錯。好，大家中意去過嚟試一下，哇真係好舒服。
啱啱就係瞓咗覺啦。小美又喺度偷懶，成日都唔使翻工㗎。唔係啊，我又想睇下大家介紹一個 mini 嘅相機仔，超級得意㗎！呢隻同以前嗰啲款係唔同㗎。點解咧？因為咧佢呢個即係項鏈啦，係咪做咗升級㗎？呢隻升級咗係皮袋嚟㗎。哇，好精緻喎！係啊，因為以前嗰啲係即係金屬㗎啦，係咪？而家冬天哇，我哋戴住好凍啊，凍你哋㗎呢度係咪？超級凍啊！咁而家我就配呢啲皮袋俾到大家。你睇我對我嘅粉絲多麼的細心，會考慮到大家，是不是？咁呢隻咧佢係一個 mini 相機仔，係啱啱新出嘅款，因為以前嗰啲咧個芒超級細，你睇得超級唔舒服。呢隻而家升級咗，就係帶咗一個大芒啦，你睇得比較舒服啲啦，係咪？同埋可以影字嘅，即係你影字嘅，你其實都係睇得到噶，超級靈噶呢隻。呢隻咧就係質素係 2K 噶，濾鏡呢都是可以調不同的濾鏡嚟嘅。哦，對，都係可以調唔同嘅濾鏡。係啊，同埋你而家過年嚟係出去旅行或者俾屋企人嗰啲小朋友當做新年嘅禮物都唔錯噶。男仔就選擇綠色，女仔就係粉紅色。係錄視頻啦，係咪全部都得噶？拍照錄視頻全部都得。佢有質素係 2K，係啊。同埋你呢啲 mini 相機可以做到 2K 嘅質素，已經係好唔錯噶啦。係，咁呢個嘅話，我哋粉絲有咩福利啊？呢隻咧俾大家係一個超級平嘅價錢，120蚊。哦，120蚊，咁就過嚟揾下小美買。係啦。